紧张哦。去学校不知道同学跟老师好不好相处。是阿弟哥哎，你今天来魔法学校观摩的吗？对啊。你也是来观摩的哦？我才不是嘞，我已经是魔法学校2年级的学生了。哦，学姐耶。那我问你哦，去学校不会带墨嘅？好搞。就是哦，我知道，你刚才是问说去学校要带什么东西，对吧？哦，很强哦。那可当然，我是浩克森林里面最聪明的叽里呱啦精灵。你们怎么还在这里聊天啊？今天不是要上魔法课吗？你们再不跟上就要来不及喽。对耶，今天有难得的森林魔法课，可不能迟到哦。对啊，阿迪古，你也跟我们一起去吧，很好玩的。可是，勇敢伞，我不知道要带什么东西耶。勇敢伞，意思就是怎么办啦？因为我第一次来观摩上课，所以我不知道要带什么啊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啊！阿迪哥，我跟你说啦，在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要预备好爱学习又上进的心。如果你没有上进的心，又懒惰的话，那怎么样？会怎么样？你就不能毕业，直到你把懒惰的毛病改掉为止。我不要，这太可怕了吧？才不会呢！学习是一件很快乐的事，一点都不恐怖。对呀，悠悠们说的对。阿迪古，你不是问说要带什么东西吗？像是我会带笔，还有书包、作业簿，还有零食。那这些课语要怎么说啊？你可以说奶不会带笔，还有书包哎，书包哎，食谱哎，食谱哎，最后就是零食朗达。朗达，朗达，为什么达达精灵上课要带零食啊？因为我会肚子饿啦。我也会。不对，我们聊得太开心了，是不是来不及上课了呀？对耶，我们完蛋了！勇敢上，去学校不会带墨嘅，意思就是去学校你会带什么？勇敢伞，意思就是怎么办？我不会带笔、书包诶、食谱诶、朗达，意思就是我会带笔、书包、作业簿、零食。今天故事里面的客家话，大家有没有都学会了啊？学会了，很强哦！一个背包，2个背包，3个背包。唔到睇架，扮你背包，都帶去。行，愛兒流散花起舞。Number one 背包客，8年背包向前行，起阿爸去做事，會記卡加爾。Number two 背包客，把背包去吃行茶，起阿姊去上課，看到同學 say hello。1個背包，2個背包，3個背包。唔到睇架，扮你背包，都帶去。行，愛兒流散花起舞。Number three 背包客，8年背包坐午茶，起阿妹，啲錢阿姨，大包小包包一包，細細嘅背包。
行。一个背包，两个背包，三个背包，加上前面一个就是个背包。